请分讲师指挥成员，田道一鞠躬，坤道一鞠躬。太讲师好。太讲师好。坐下。各位提前下午好。讲师下午好。我看修先行刚有上天主义周顺宏主苏二北大领导来电，然后这边我带医修带新的护理，然后整理不整理交咱当初的在座学校，甚至在座各位就咱学校会使出台学习运用。那我看这届学习的就是这条歌修得最公平。那这条歌伊的件事是一种条件的讲题，会使讲共款。今日讲题咧讲的是君主，那这个讲题咧讲嘛是共款是人的部分。那为什么这条歌一开始就是讲修得最公平？那学校就是来做个看本文。人生怨叹无路用，虽然无风景，幸福好歹随同情。有命来做事，咱可比走马灯，转无停，贪狂无性，为前程。本性为人见分明，修道最公平。伊总共有三段，第一段伊讲的，学校去了解的意思，第一段伊讲的意思是，主要是伊修道还未修道之前的人。伊个人生啊，伊个造物啊，种种的环境。那伊第一句想讲，人生怨叹无路用，虽然无环境。人生怨叹无路用，为啥怨叹无路用？真个敢有想过怨叹无路用？阮若怨叹的话，像讲今仔日无钱，生活足痛苦的。怨叹钱就走来啊，就对天顶答来，我着惊好野，无啦，怨叹无路用。那如果今仔日做好野的是。我的囝儿是说无友好，所以伊甲伊边仔邻居啊，甚至伊的朋友来反抗讲，我祖母都无友好的，安怎，反抗，祖母个友好嘛？袂。为虾米怨叹无路用？因为阮怨叹的时阵起的是无好的念头，负的无好的念头啊，就是应该爱有好的念头。阮讲这念头起起来时阵。阮身躯所有的环境会产生一个无好的磁场，这无好的磁场就会影响到阮咧拄着人啊、面对的时阵，拢会是起无好的念头。你这间我是要创啥？你拄啊遮好，敢有啥学着啥物的？伊有一个无好的念头，所以心量上重要。所以阮毋免怨叹，因为好歹无人会去同情伊。因为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命运，阮家己的命运，阮若无家己过了好势，无家己去修持，无家己去立意的话，敢有可能别人今仔日别人做工课做然后钱来互阮，无可能。阮嘛是爱家己做工课，阮家是嘛是爱共去入屯家己厝内底啦。所以有命来做事，每一个人拢有一款命，一款米就是养大养大，一款命嘛是有共款，嘛是有可能无共款的人生。有啥会无共款面是，就是阮的心念无共款。所以伊遮有理就一句话，即句话我会看两间，咱可比是走马灯，转无停。真正敢有看过走马灯？敢有看过？阮伫迄国小看着迄叫跑马灯，迄字幕会爱走。跑马灯。走马灯吼，伫以早是
伊用电火，伊是用一个像天灯种感觉，然后伊里面有一个风扇，即个火安尼烧，风扇就安尼转嘛，伊有一个热散热的概念，伊个导油就会走，即个导油里面会有足侪像讲马啊，咧走的马啊，然后无是有啥物人咧跳舞之类，伊就会行伊会重复这动作安尼像我咧看电视安尼叫做走马灯。有啥物人来讲，咱科比是走马灯，装无停，互我来以家己来比例啊，互我今仔咧工课，然后互我做工课是做迄个类似伫办公室坐，然后交人摕咧交接，然后爱学介绍啊，然后帮伊排版面啊，然后做安尼工课。所以逐工互我去公司了，就爱去交人摕讲电话、学介绍，然后帮伊排版面，然后传互伊看，然后确定了，再发包。嘿，接下来到了，互较迄个一礼拜去分一工，就是礼拜，拜六安尼做。嘿，所以真忝啦。如果拜礼拜吼，去分一工，互较习惯，袂习惯。所以，我一项有到有诶时阵，互我就会伫去上无闲话嘛。无到我就转来厝，一礼拜安尼过，后一礼拜搁安尼过，搁后一礼拜搁安尼过。无逐礼拜共款哦，真诶，我有注意着，逐礼拜共款，逐工过拢爱过安尼生活哦。阮逐工透早起来目睭精神，然后起过了爱刷牙，爱扫涂骹，无是涂骹歹着扫嘛。然后搁爱甚至阮可能爱米买早顿食，中昼顿食暗顿，这拢是共款诶生活，逐工过拢共款诶生活，就像走马灯迄个，安尼转，人生就是安尼转。但是转无停啊！那转无停，我们要逃脱这个轮回，人儒家所讲的轮回，我们要逃脱这个轮回。拄则迄个小关先生，伫迄个德观咧讲着一句话，最重点的一句话，咱修道修心哦，心是上重要一点哦。人，阮逐工拢爱过这个生活啊，过敢会光光渺渺，敢会做，我这人生哪会遮痛苦，然后这人生哪会遮尔茫然，因为过逐工的生活共款，咱安尼想，一定安尼想，因为逐工过的生活共款，过共款的生活了，有啥物心会重要？有啥物人的心会重要？阮敢有真心咧生活，活伫这个生活当中。人拢讲道在日常生活当中，那阮敢有伫迄个道，阮心敢有伫迄个道内底，要安怎互家己的心有迄个真心，毋是过假的心哦。阮敢有真正的心咧过这个生活。毋是假心咧过这个生活，假的心就是阮逐工过共款的生活，但是阮拢无想要改变，拢无想要做其他的代志，阮就安尼过。反正人生就是安尼，过甲结束，阮就100年后就转去啊，安尼吗？无。所以人就讲通防无是贵真定。阮做些真骗，甚至当阮真正到最后一天的时阵，阮敢会想讲，阮来这个世间的目标是啥物？因为还未求得之前，还未求得之前，会安尼过，咱会想过这个，人生，活来，我若像我来讲，我若活到60、70岁，那我趁了一笔钱了，我当然想要退休嘛，退休